喺清晨嘅寧靜中，喺夜晚嘅燈火下，每日與主同行，喺愛裏面與主相會。我係阿青，讓我哋一齊打開心靈之窗，讓神嘅話語成為亮光，指引前行嘅方向。全人的依靠，他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，抱在懷中，慢慢引導那乳養小羊的。以賽亞書40章11節。呢節經文充分呈現出天父仁慈嘅一面，我哋亦都能夠睇見耶穌懷抱小羊嘅圖畫。但係當我哋將呢節經文同上一節一齊睇嘅時候，我哋將會睇見令人驚訝嘅畫面。以賽亞書40章10節，主耶和華必像大能者臨到，他的膀臂必為他掌權，他的賞賜在他那裏，他的報應在他面前。同樣係懷抱小羊嘅手臂，原來亦都係審判同掌權嘅膀臂。如果神要藉住第11節話俾我哋知可以喺情感上依靠神，咁第10節要話俾我哋知可以喺理性上信賴神，因為佢宣告自己係大有能力，又有慈愛，大有公平，又愛護我哋嘅神。我哋如果能夠喺情感同理性上依靠佢，呢個先係我哋全人對佢嘅信靠。另一點值得留意嘅係，經文話佢慢慢引導那乳養小羊的。邊個係乳養小羊的？有譯本譯作母羊。呢度讓我諗起，當我哋年紀漸長，所承擔嘅責任越嚟越多，甚至我哋擔起牧養別人嘅責任，有時心中不禁會問：我關心人，邊個關心我呢？我引導人，邊個引導我呢？今日嘅經文同圖畫，亦都係神特別安慰嗰啲因為牧養別人而心累嘅人。佢話：我也懷抱你，引導你。多謝收聽和諧頻道製作，每日與主同行。材料由國證網絡 CCCon Media 提供。好開心能夠同你分享上帝嘅話語，一齊研讀聖經，靈命成長。歡迎你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下足跡，聽日見啦！